想放鬆散心又唔想去景點人逼人，不如嚟睇睇中山呢個寶藏宜居之地，一個慢慢嘆世界、安靜又舒適嘅理想宜居之地，佢就係錦繡國際花城啦。社區自帶約300畝超大湖林園景，依山傍水，可以話係真正嘅風水寶地。呢度有約4公里嘅環湖跑道，日常帶小朋友放鬆休閒或者散步慢跑都非常舒適。屋苑自帶嘅商業街可以滿足日常生活所需，周邊仲有1+1山姆大型購物中心，買餸購物、吃喝玩樂一站式搞掂，配套就更加齊全啦。呢度早已經成為好多香港朋友定居中山嘅優選之地，目前已經有過千戶嘅香港業主入住呢度，正所謂口碑十足。重磅消息嚟啦！項目將會再次加推7棟全新湖景樓棟，覆蓋962尺至1392尺嘅剛需改善3房單位。今次加推嘅7棟正正坐落於社區園林嘅中心位置，四面綠意包圍，正所謂私隱度同景觀都更勝一籌。講完7棟位置，我哋再嚟睇下本次加推產品嘅室內設計。主人房專屬嘅 L 型挑窗係一大加分點啊！坐喺個窗度就可以欣賞270度冇遮擋視野，可以欣賞到湖景同整片園林。全屋採光通風效果一流，空間佈局靈活百變，無論係香港朋友週末度假自住，定係長期定居生活，都完全適配。值得一提嘅就係約962尺單位嘅成個盤只有最後30套，非常稀缺。而上次加推同類型單位嘅3棟都不過係2個月前嘅事，可想而知有幾咁受歡迎啦。中山置業首選敏捷，總價97萬起，當場成交就可以參與擲金蛋活動，超多驚喜大禮，100%中獎。仲有專屬車位優惠，入手指定戶型單位只需額外再加3萬蚊，就可以擁有產權車位，真係超抵福利，俾到你。而家我就喺錦繡國際花城，機會難得，快啲嚟睇樓啦！